咁今日咧就希望分享一啲勵志少少嘅故事。有時一個好細嘅決定咧，其實你嘅人生已經可以爭好遠。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個頻道，我係 Dicky。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點樣令大家呢幾年啦，即係尤其呢個經濟情況咧，可能可以多少少錢揾到嘅一個想法啦。因為其實我哋見得到咧，而家好多嘅行業啦，其實作為打工仔咧，都遇到幾個問題。第一啦，就係嗰個行業越嚟越收縮，咁佢哋會諗就係，如果我繼續做落去，其實我老闆都揾唔到錢，其實我自己揾唔揾到錢咧？第二咧，就係佢哋都會見到好多外勞嘅影響。佢哋都會諗就係，譬如我做建築嘅，我做零售，好多僱主咧都會已經諗緊就係，我會唔會請外勞去代替一啲本地人咧？咁其實我見到，如果作為打工仔喺呢個情況咧，其實都叫做都幾難去掌握到自己人生。咁所以咧，我今日咧就好快講一講，可能3個案例俾大家諗一諗，點樣令到大家可以擺脫呢種覺得好似經濟啊同埋外勞影響到自己嘅一個想法。咁第一個故事咧就係一個 admin 嘅人啦。咁我其實幾年前咧已經見佢開始嘅時候，其實佢之前做咗10年嘢咧，人工都係好難有突破嘅。好啦，咁然之後我見佢嘅時候啦，咁佢就揾咗份新嘅工。同一時間咧，佢就知道我哋有啲學 coding、學 AI 嘅課程咧，佢就走嚟讀。咁讀完之後咧，其實佢個好大嘅轉變，佢係點樣咧？就係佢開始咧就諗嘢咧，就唔再係如果有啲嘢我做，我就做快手啲，或者係老闆叫我做我就做啦。其實咧，佢學咗之後咧，佢就會諗就係呢樣嘢其實係咪可以用電腦做嘅咧？最近咧就開始多咗啲 AI、多啲 automation 嘅技術之後咧，佢甚至會諗就係除咗我用電腦去做之外咧，我會唔會可以寫啲嘢，令到可以做得快啲？所有我人手做嘅嘢咧，會唔會我其實都可以用 script、用一啲 formula、用一啲 logic 去解決，令到可能有時本身咧要做好多人手 procedure 做4個鐘嘅嘢，其實可能我寫完之後咧，可能要寫2日，但係寫完2日之後，我之後每一次做咧，我10秒就搞掂。咁佢呢個 mindset 其實好幫到佢，因為以後咧佢做一啲新嘢嘅時候咧，老闆俾佢好快就做完，然之後佢就話：老闆有冇啲咩其他嘢可以做？我可以幫手喎。而呢樣嘢咧係大大增加咗佢嘅生產力嘅。佢由以前咧就係一個落手落腳做嘢嘅人啦，由而家佢都係落手落腳做嘢，但係咧佢係可以幫手去設計一個 workflow，甚至去做埋個 automation 出嚟。個技術咧其實幫到佢喺2年至到我諗4年啦。我見咗佢之後，佢都差唔多人工多咗100至150%，同埋佢因為呢個技術咧就多咗可以揾 freelance。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案例啦。好啦，咁第二個案例咧都係一個20零歲嘅後生仔啦。咁佢讀書嘅時候咧就佢都好勤力啦，讀到個 degree 啦。但係咧佢就讀咗大家即係俗語啲講就係揾唔到食嘅科目。係啦，咁佢讀完之後咧就做一啲可能叫教學助理。佢做教學助理嘅時候咧，其實可能人工可能大概萬零蚊。咁你當一個啱啱畢業生咁，可能都係 OK 啦。但係咧，佢好似做咗幾年咧，都係停咗喺呢個位度。佢幾年前咧就自己決定就係，不如我都學下 coding 啦。咁佢本身係諗住叫做轉行咧，即係佢做一啲 programming 嘅嘢。但係佢自己咧就好中意講嘢，溝通能力好好嘅。所以佢本身入嚟讀我哋嘅 course 嘅時候咧，佢都會諗就係會唔會學咗 programming，其實我成世要對 programming 咧。咁但係佢最後咧，佢都理解咗呢個行業咧，其實唔係淨係得 programming 咧。佢入咗行先。咁佢讀完我哋課程，其實佢1個月內咧就已經揾咗一份BA 我哋叫 business analyst 嘅工作，佢就冇做 programming。咁就正因為佢學完 programming 咧，再加埋佢 BA 工作，因為佢溝通能力好咧，正發揮到佢嘅優勢。佢喺新公司度，我諗2年至3年唔夠咧，其實佢都翻嚟嘅時候同我講話，Dicky，你知唔知我人工而家幾多？其實就即係大概加咗1倍嘅啦已經。咁係2至3年時間，一個細嘅決定就令到佢由之前做咗幾年停滯不前，就好快就已經即係變咗一個即係可以叫第二個人。咁第3啦就係一個本身講嘢幾叻嘅一個僆仔，係啦。嗰陣時我識佢嘅時候咧，我見佢嘅時候已經覺得佢講嘢幾叻噶啦。但係佢又係咧喺一個錯嘅地方度，就係做一啲 product 比較啲工程啲嘅類似產品，咁所以係發揮唔到佢嘅能力。佢4年前咧就見到嗰陣時數據啊 data science 係非常好啦，嗰個趨勢。咁佢好得意嘅，佢同好多我見到嘅人咧都唔同，就係佢唔會諗佢識唔識，佢就係諗嗰樣嘢係好，我就去學，我就去做。其實呢個世界好多時咧都係講行業好唔好，其實人叻唔叻咧係影響唔到你揾幾多錢，反而行業好唔好咧就都幾影響。就算唔叻嘅人咧都可以揾到錢多過一個叻但係一個唔好行業嘅人。咁佢就正係一個例子。佢之前咧就喺個行業度又係啦，雖然佢叻仔，但係都可能最後都係揾兩萬中至2萬尾啦，或做咗4-5年之後。但係咧佢一轉咗行之後咧，發揮到佢學到嘅 technical 技術，再加佢自己講嘢 communication 嘅技術啦，同埋分析能力，咁就正咧就係喺佢4-5年之後咧冇，其實佢已經係由2萬零蚊
係啦，去到而家可能6、7萬咁樣，用咗4、5年嘅時間。呢一個就正正印證咗有時一個好細嘅決定，你做咗一個啱嘅決定咧，其實你嘅人生已經可以3、4年爭好遠。咁今日咧就希望分享一啲勵志少少嘅故事，可以 inspire 到你就係其實如果你喺你個行業度，你可以做啲乜嘢，學啲乜嘢，或者會唔會需要轉行，定係純粹 up skills，可能就可以做到你想要嘅收入呢？今日咧就分享係咁多。咁如果大家想再多少少了解一啲轉行啊、up skills啊，或者係一啲揾多少少錢嘅 tips咧，就記得追住我哋頻道。我哋下一條片見，拜拜。